修什么样的心啊？心呀，修什么样的心？菩提心啊，修菩提心啊，修菩提心的话，这个讲究一生活落种内容的话，那说。好，我们一直从前面开始一直来的就是修菩提心而来的。这就是落种内容啊，一张啊，讲究于生的这个抓的，这是来送来嘛送。好，之所以呢，我们前面一直都讲的是一个修菩提心这样而来的。之所以呢，对于修菩提心的这个方面，有没有稍稍尝到一点的味道？有没有入味呢？讲究一生接着去送，还接茶送，这就拉倒。是菩提心已经升起了，还是说正要升起了，还是说还没有升起了？他捏着紧了嘛，是吧？有没有比较靠近一点？靠近。这个，讲究的是落种里才的看的是，他可是写成的。好，这个经由菩提心，修炼之后呢，修的成熟度、标准度是什么样？之前讲的是什么呢？烦恼越少就正量越高。烦恼越少，是吧？肯定。这个呢，当地的话，论种里这里看的是呢，啊，论种里这的了。本来好像是中间这个血液喷出机的系统送了的话，是弄过去送了的吧？好，那个修菩提心的修的。可以说成熟度的标准度是这样。比如说，佛陀传了一个8万4千个法脉。他看的人们却看个送小个汤些，大精神念不了吧？他呢念不了一样的跑土的啊，这个大精神念不赢吧？啊，定住这样跑土最大。确但全没明白的，女梦的念过了呀，送多少钱？我在这句不要的是。好，之所以呢，佛陀宣说了8万4千个法脉，不管是说的是什么样的法脉，都能成为一个对于我爱子的对治。不但是能够对治，也在我们内心当中能够成为我爱者的对治的，这个对于我爱者的对治力，以及说对于法与非法，以及对烦恼上面能够成为一个对治力。第更多，但女梦修起了送多呢，啊，那种人，人家大的图没有，大的，啊，因为修众生，你们修冲的轻度呢？那种人主大，主要主大的样的人是。好，倘若修心之后，自己的烦恼越来越减少，烦恼越少的话，就证明是自己修心的有所成果，也呈现出来修心的结果的象征。包括第三几多，包括这才看的。那所谓的身体正量的标准是什么呢？修行的正量。包括这是吧？我们常常讲说，修持佛法之后呢，会升起，或者说会获得正量。这样获得正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包括这些啊都，宣讲这个包括通过的些许多啊。就是说会获得升起正量，以及说这个已经达到了修持佛法的正量很高的所谓的正量的标准是什么呢？那今天2年也会要的，3几多啊，我就是。平常也会讲说，哇，某某人这个在什么方面就是修持的很好。这个这样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呢？不要
的了吧？加上永续穷人的这个了吧？穷书呢，你多把点，点菜的。好，需要是这个烦恼要减少。如果说烦恼有在减少的话，这证明是也这个象征，也就是所谓的升起正量的标准。让精神被导脱去。也就是说，需要能够死弃、丢弃我爱执。这些呢，你多把点菜的。当然能这样的话，就是升起正量的标准。是穷人才是，他落穷才的落地的中国。当然，这就是所谓的一个修心的精准手量度。他落中的2年前呢，落中2年前呢，他第2年前了，在了对当时这个要塞呢，在了交给要是。好，之所以呢一直在修持菩提心、修持心、修心之后呢，再要遵守的三昧业呢有18条。对，两点嘛，如果两点2点的，基本上上。大精神下的有规矩在看的。好，这个先还没讲之前，想要说这个，为什么要丢弃、舍弃我爱执呢？为什么要舍弃我爱执呢？他也是老八可以上的。有我呀，看到这是，大精神的呢，老家的呢又不要看了。为什么对我爱执必须要以对的方式来舍弃呢？才不会痛。看得见，看得见。为何呢？因为执着就会痛苦。是做，看得见。执着怎么会造成痛苦呢？因为错误的知见，不知道可以改变，一直往错误的方向前进，也是我爱执的破坏。这还不要让他说说。这个自己都在明白吗？明白，可是一直往很难改变。他管那点，他管那点很重要是吧？即便是知道，还是会继续下去，是不是？前进下去。速度有放慢一点。速度。对了，这今天说说了，这有没多啊？说说个，说说这个大经济有要嘛的，你这什么？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下，你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想法的这样的情况下，也就是说还没有丢弃我爱执。这没有呢，这个是呢，俺来的呢，容易用不多，容易用那说说了，那个多生活了。就是会没有丢弃的，或者是不是会想到说这个因为会痛苦，痛苦的话对我这个会有影响，是不是这样想的？这第前面那很多的底是用不多啊。所以即便是这样的话，还是仍然没有丢弃我爱子，是不是？可能是呢，俺人那个都谁都讲俺说说基本最差的吧。因为呢，因为有想到说会伤害我，会影响我，这样的时候，一讲到伤害我的时候呢，已经产生了我爱子。这嘛的，是不是这样呢？啊，那有个就这个。那为何要舍弃的理由是怎样的？走上正确的菩提道路啊。8月